讲到这台中的火力发电厂早起10点外发生火灾，警方表示讲这是内面正在进行新起的向天然气计划海水通道工程，包厢伫咧7公斤的时阵，煞喷出火星，害这塑胶棒就来导火啊！也强调讲是无去影响基础，也无人受伤。不过讲到这站意外呢，是这个月来第2站导火事件，台电也讲因会要求报偿。乌恩特别请假天边，火势看起来真惊人。工程人员惊甲赶紧导火，也赶紧通报消防队。火势蛮大的，就是一开始呢，因为有风势的助长，那整个浓烟事实上这个工地都是一个塑胶模板跟帆布火警发生地点就伫台中火力发电厂，7早起10点左右，消防人员接到通报，赶紧出动6车14人到场拍火，好佳在差不多半点钟内就受到控制。原来这是中火厂区内底咧进行新起燃气计划去海水渠道的工程。台电表示会引起火势，是承包厂商切更紧的时阵，火灾引导塑胶模板造成。不影响整体的稳定供电，然后我们的相关的人员呢都没有相关的那个受损的一个情形。那设备的来讲话，电厂这边的设备都有没有相关的一个受损。中火表示一切正常运作，不过顶个月13中火4号机发生过火警，不过一个月中火就发生2件。另外，七大屏东恒春的第3核三厂也因为冷却水塔管路切割，喷出火车造成火灾。短时间内台电就发生3件火灾，工安也必须外界质疑。台电也表示，虽然对特殊场所时间有要求，不过也是有改善空间。那现场如要有防火毯的隔离，那另外一个要有监视员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因为要进入到我们一个相关事故的一个调查的程序，要求所有的工地都进行相关的改善检讨了。另外，对承商的管理，还有落实施工安全措施跟通报，还有强化那个防火管理的教育训练，这个大概都会持续去做这样。中火表示，虽然要求加强时间 SOP， 不过承包厂商是不是落实，还阁进一步确认。台电也表示，对场内时间的承包厂商会加强要求，就进行内部检讨，避免阁发生公安事件。记者综合报道。